唱歌学了伊的名会用功，用学了的话来显明伊的用功，全地礼敬大地，吟诗学了你，来吟诗学了伊的名。咱来唱圣诗第66首，万年三角有一欢喜，请起立。
咱同心啊，对。仰望阮的依靠上帝，耶稣基督，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阮的生命，对阮出世、出生到现在，一直看顾阮，因带阮头前路。也在有时，阮也犯罪违背，但是上帝，伊拢无放弃阮。无离开阮，把阮送到一个，今日一切会互咱帮助者。阮知，上帝你是永远的上帝，你是自有永远的上帝。世界安怎变化？上帝你拢记得。上帝啊，我们学了你的名，我们敬拜你。我们时时刻刻来亲近你，照着圣经祈祷来亲近你，了解你伫阮心中的旨意是啥物，嘛得到对你来所赐互阮的智慧、甲贵人，会当伫这条讲来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信靠你，恢复兄弟甲囝儿、查某囝关系，也因为你所受的逼迫，互阮的身体、心神得到你的医治，得到健康、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阮这个国家需要你来拯救。因为伫圣经内底有讲，拜望上帝，就爱归正。阮主耶稣基督，你圣神运行伫阮这国家环境，无这搭国家有当得救。主啊，阮祷告你，求主你来施清起阮所有一切的罪过，我会当甲主来相信。阮来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的宗教上帝的会议，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第19节到第22节。大意汉语本记载伫108页，外本记载伫130页。咱大家来读大意汉语本。咱看好看着，咱同齐来读请。对嘛？主啊，我看你是善的，愿做我伫这个世顶拜。若是你我敬拜的所在，应该伫遐实的。耶稣来讲，有人啊，就是我，是要教你敬拜的，也无伫这个山。也无伫遐实的，你敬拜你所不知的，我敬拜阮所知的，因为真有是对你爱好处，若是要被人支持，支持敬拜的，被人信跟真实敬拜的，因为这是爱信的人敬拜你，上帝是神，敬拜你的人。神用真心来接纳，有人甲伊讲，我知以赛亚爬到，伊到被一切事甲咱讲，耶稣甲伊讲，我一个甲伊讲话的真实。咱请放时间来练习，用歌声用葫芦人相处。
阵咱伫天气的部分吼，已经渐渐进入春天伫要过就热天吼，安尼即个步调吼真紧，有当时一天吼，昨昏对还佫穿较少的吼，会感觉今仔日吼感觉穿迄领就会流汗所以大家身体爱注意伫即个变化的中间我相信。 伫生活的内面，咱大家拢做老兵站做老兵站伫对即礼拜开始伊若是我甲曾老师所要讲的，除了这期的了后，咱就是要进入伫一个系列，就是生活的系列所以安怎非常的熟悉有成分，对无？生活对你我来讲，逐工拢要过。 吃香喝辣也是一天食菜脯安尼咸食配糜嘛是一天就对。所以对咱来讲，生活安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亲像啉水共快烧的冷的，你啉落你就感觉作有咱每一个人对生活咧体验拢无共款，总是牧师。 要借着即个生活的系列，是要甲咱讲咱安怎伫咱的同款，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咱伫咱的生活内底要安怎来操练，互咱的信仰的生命所以这介重要，互咱的即个拢伫头壳内底，读圣经拢伫咱头壳内底，然后哇，要安怎？即个营养会当顺入来，互咱的身躯啦灵的身躯内面，即个属主的人的身躯会当来健康大汉。 今仔日，咱要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用敬拜，用敬拜来操练成长从头拄仔迄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4章的19、19、26节，咱搁用现代台语的译本来甲读一遍，好无？来，请。有一人讲：先生，我看你是先知，愿撒玛利亚人的祖先。 伫即个山顶敬拜上帝，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耶稣对伊讲：有一人就信我，时你要到，迄时恁袂伫即个山顶，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的。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捌的。 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来，不过时你要到，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实敬拜，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心灵甲真实敬拜。 有一人对伊讲：“我知迄位称做基督的以赛亚要来，伊来的时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耶稣甲伊讲：“我即个甲你讲话的就是，愿上帝的话去标伫咱的心，咱先杀过来祈祷。主恳求你即时。 将圣神赏赐互阮，当阮读你的话语，将迄个启示甲智慧的神赏赐互阮，开阮的心窍，会当听有你所讲的，会当捌你所讲的，也有迄个圣神三角所赏赐的气力，知要安怎来行出来。伫即段时间带领阮进入伫你的话语内面。 来完全明了、仰望，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弟兄妹，我头拄讲伫这段的生活的系列内底，咱要来操练观摩、涂抹操练成长。即款的操练其实无论啥物款的人拢会当来操练肉体袂当来拘束咱对像无师即摆医生讲你毋好惊，你袂使你去爬山，连迄蛤蟆嘛袂使你爬楼梯像即种的，规蛤蟆会杀你。若一直爬迄种的你毋通去。你安怎？一直交代，一直交代。
就头仔最后讲一句话讲吼，你爱知影，你袂好啊。我的心想讲，我袂好啊，感谢主吼，我早就知影，我即个人嘛无好啦吼，毋过，感谢主有另外一个姊妹有当勉励伊讲吼，伫上帝的眼光看咱拢是好的，所以你莫用迄个医生看你的眼光看你家己，你爱用上帝的眼光看你家己，安尼对毋对？对啦，医生甲我讲的就是吼，提醒啦。无要紧啊，我嘛知啊，我袂好啊，我英文袂好，我就是爱安怎，爱有辅助嘛。但是我知影，我内面迄个人永远拢是好，而且安怎，哪来哪好，阿妹吗？阿妹。圣经内底有记载啊，讲咱的肉体外表一天一天咧随咱，总是内心安怎，一天一天比一天搁较勇，搁较勇壮，心智搁较换新。所以我即个人一年一年，大概过生日就讲搁加一岁，搁加一岁，一直伫遐算到尾干脆莫算啊。总是咱爱知影，上帝讲你的心是安怎，一天一天一天咧换新，感谢主。所以咱爱成长，伫咱的活命内底，那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属灵迄个人，伊原话的意思就是讲你内面迄个人，爱成长。所以咱今仔日对即段。讲话，咱头拄仔所读迄段经文已经读2遍啦，你有一个粗粗的印象无？敢若耶稣甲一个人咧讲话对无？耶稣甲一个妇人人咧讲话咧。耶稣搁甲一个妇人人咧讲话，这毋是简单的代志哦，这叫做不平凡的事情。伫迄个时阵，犹太人因无随便甲查某人讲话。无随便甲妇人人讲话，特别即个妇人人，佫是啥物所在的妇人人，叫做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所以即两个族群，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即两个族群是安怎？无往来啦，无往来。较早白话字讲话做无往来，小朋友拢甲读甲变做无往来无别啦，无往来，有即个笑话，所以你着爱知影，耶稣是犹太人，伊甲撒玛利亚。即个妇人人是安怎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来甲因往来，看伊袂起啊！感觉讲恁这撒玛利亚人，你原本是拜上帝，结果去拦着啊！拦着就对啦，因为伊毋是纯的犹太人，所以毋看伊袂起。所以耶稣竟然甲即个妇人人讲话，而且第一句话就是讲：你一撮仔水互我啉，伫迄个水的内底，因为伊拄仔好要抢水。拄好伫撒玛利亚的一个雅各省迄个所在，妇人人咧抢水，所以伫遐讲着抢水，所以迄个妇人人嘛真巧啊！伊知影，伊看就知影讲你是犹太人，伊就来问啊，问讲你一个犹太人，哪会甲我讨水？耶稣就对这个水就来讲，你若知影这个来你讨水的人你就知影讲我嘛会当水互你啉啉了我安怎袂喙干？这个妇人人真巧伊就讲那安尼你要安怎抢水啊？伊嘛真巧，伊看讲你着一个人，着咧甲我讨水啊！你若有你家己去抢来啉的，搁会甲我讨水，结果搁讲你会当水互我啉。所以伫即个一来一往的对话里面，耶稣讲足侪话，兄弟姊妹，凡若是耶稣讲的话，你绝对爱足深入去来看。迄就是嘛咧对咱讲的，耶稣伫遐讲我互你食的水袂去喙干。而且安怎？是安怎袂去喙干？互你的内底北内安尼呛出来，呛甲永远拢袂喙干咧。伊足欢喜的。伊讲毋若安尼，永远袂喙干，佫有永远活的生命。伊讲安尼，我袂，你互我，安尼。哇！耶稣知影已经到一个所在啊，伊就来讲，若无你叫恁丈夫来，叫你的先生来啦，伊讲我无先生。足尴尬的头拄仔来讨水，伫遐咧讲着水，讲的，哪会忽然间讲着先生，连妇人人佫讲无先生。耶稣来应讲啥？你讲的是对啦，你实在无先生，因为即摆你有的即个先生嘛，毋是你的丈夫啊，你原本有5个丈夫，即摆即个丈夫嘛，毋是你的丈夫，这是事实。哇，妇人佫愈尴尬。
但是吼，咱看这个福音人吼，伊嘛毋是省油的灯呢，伊就会开始发疯，伊转讲，犹太人吼，哪会讲敬拜伫倒位？好佳在伊有即款的机制吼，对伊话大来转做讲，恁犹太人吼，拢讲敬拜爱伫耶路撒冷啊，讲去敬拜去。所以吼，今仔日的遮的记载，互咱知影，耶稣咧甲咱讲，啥物叫做敬拜？啥物叫做敬拜？吼，伊讲啊，敬拜爱伫倒位啊？阮拢伫即个山顶，啊，你讲爱伫耶路撒冷，啊，你到底敬拜爱伫倒位咧？兄弟姊妹，敬拜爱伫倒位？下面耶稣会甲咱讲，但是咱伫即个中间，咱就看到耶稣迄个时阵，伊只着讲我喙干，迄是一个生理现象，对无？但是伊甲迄个妇人讲着讲，我要互你永远袂喙干，好永远话，迄是啥物现象？迄是心理啊，伊的心。所以伫迄个中间，一个活水一尾，迄个耶稣就来讲，你的生命内底嘛有欠亏，你的生命内底。嘛有你学当中的代志，你的生命内底嘛有迄款需要主甲你拯救的，对无？因为足侪安尼啦，即个手存在，佫算袂了，吼，有足侪中午，迄个见效代志到底要安怎？所以伫遮，咱看迄个背后负责人，伊诚侪完全无共款。所以伫即个中间，咱听到上帝，耶稣咧甲咱讲，咱要安怎来成做一个？吼，成做一个敬拜的人，上界基本就是亲近主，亲近主，甲主亲近，咱甲上帝的关系。若是安尼，咱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即个妇人人，撒玛利亚妇人人，伊所敬拜，拜足久诶，伊无敬拜。但是伊当知影了后，伊安怎？重担都脱落，对无？伊连伊个水板吼，迄个抢水诶，迄个物件，拢甲放掉咧。内裤一开始走去个城，走去伊个迄个讲整理人，我甲你讲，有一个人，伊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拢总公讲出来，伊真正是迄个以赛亚救世主，伊迄个过去安尼行到，毋敢互知，歹拄着人，我想逐个拢知啦，所以才着爱中昼时去抢水，伊是歹甲人拄着的。总是伊，因为歹甲人亲近，歹互知，伊竟然主动讲，迄就是因为亲近上帝。所以亲近上帝，互咱安怎？伫即个世间会当过一个真实的生活。所以即个你安怎亲近上帝，上界基本的就是敬拜伊，就是耶稣过来所讲的。吼，所以咱先来看，啥物叫做敬拜？敬拜无伫形式。兄弟姊妹，敬拜伊原本的意思吼，就是你拍拜。拍落跪落，吼，伫啥物？伫一个吼，你所敬拜的这个对象的面前拍伊啊，也是郑重的欢迎。所以这就是一个敬拜。足侪宗教咱拢有看到即种敬拜的方式，对无？吼，安尼行咧，着爱跪落拍落，亲像恁兜若有外佣，吼，恁有请外佣，伊是毋是拢会时间到就会伫一个所在拜，对无？吼，拜迄个伊斯兰教的，吼，咱会感觉讲，足幸福的咧，吼，亲像之前阮兜，阮爸爸因兜迄个外佣，真正迄个讲敬食的时阵吼，就真正敬食，阮妈妈讲有够够的咧，人伊拢敬食，心肝来讲对啊，你看咱人伊离开因国家较远来到遮，因牧师嘛拢无咱定的吼，因毋是牧师啦吼。伊嘛无人敲电话来讲，即段爱敬食，伊自然知影。即摆佫再来一个新的吼，所以话吼，我看伊吼，咧食饭之前吼，伊着拢有安尼吼，着拢有胰岛啦。我知影伊咧胰岛吼，伊喙会安尼有咧喙安尼凉，吼。所以即就是一个安怎生活的敬拜啦。所以啊，就是因为敬拜无形式啦，因来遮因嘛袂当去参加礼拜啦。但是因每一工伫因的生活内底拢有敬拜。若是咱讲敬拜，你会阁想到啥物？伫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叫但以理，对无？捌知咧无？迄个但以理已经受掠去倒位？掠去巴比伦迄个国家，离开伊个国家，无阁住伫迄个讲犹太啊，无伫以色列即个所在啊。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咱看但以理。伊
巴比伦王伫遐做迄落吼，做伊的迄个官，但是伊无敬拜伊所迄个伊尾后吼做一个金像啊，足水的金领领，头是金的。伊讲吼，每工逐个人拢爱来拜，结果但你安怎？伊无参呢？伊逐工照常伫伊住的所在。对伫耶路撒冷个所在，耶路撒冷个迄个方向，伊敬拜伊个耶和华上帝。哇！迄报记仔知影，去报互王知，我甲你讲，王啊，迄个但以理哦，拢无听你个话啊。因为王讲，逐摆我来开始吼，丢敲锣打鼓，迄个声出来的时阵，就是全国个人拢爱来敬拜迄个金像嘛。结果但以理拢无参咧，伊拢继续拜伊个。结果但以理讲吼，哇！拜耶和华上帝，所以咱看但以理规本咧，甲咱讲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吼，伊拜啥物啊？伊虽然受掠是变做啥物？已经身不由己啊，啥物你拢袂使决定，但是伊要搁决定啥物？我要拜耶和华上帝。伫我的生活顶面，兄弟姊妹，伫遮毋是叫咱亲像迄活路吼，爱安尼逐工吼，着时间到。着爱啥物工课拢无做，总是迄是一个咱的心中的意志，我就是袂。所以伫你的生活中间，其实你不三时，你拢会当去敬拜上帝的时阵，敢毋是咧？哦，所以迄个敬拜无分啥物时阵，无分啥物形式，嘛毋是啥物形态。通常咱讲着敬拜，咱会感觉亲像是敬拜学了迄种音乐的方式，也是迄款哇爱拍手，吼。也是看啥物款的天数，也是啥物款的礼仪，也是啥物款的礼典，也是啥物款的乐器，就是爱有国际，总是毋是啊。耶稣讲时要到，时要到。其实这个时要到，伫即段圣经内底讲2遍，尾后耶稣佫讲时要到，即摆就是。就是看2000年前就讲即摆就是啦，请问即摆是毋是？还佫是，拢是。所以是已经到啦，是即摆咧进行式啊。咱敬拜上帝，无伫山上嘛，无伫耶路撒冷嘛，毋是伫即间教会、伫教堂内底，拢毋是，就是伫咱的生活内底来表现。所以兄弟姊妹，每一届的讲道篇，你确实若听了，讲主啊，帮助我将这甲吸收，然后我伫我的一礼拜内底，我会当来行即点点啊。你就是成长，你内面迄个人，你内在那个人吼，就成长啊！这是啥物？这是牧师无法度互你的。我袂当你来，逐个来，拢调营养车，逐礼拜来，逐个兄弟姊妹拢分一个营养车来，咱来调点滴营养车，然后哇，逐礼拜面对生活的车拼，对无？毋是啊，灵命的成长吼，爱家己食。爱家己食，家己吸收。若是会当调营养车，我一定甲上帝甲订购啊，拢安尼参考来啊。大概若礼拜日来，来，大家来调，一定来，大家一定来。因为安怎？生活太艰苦了，生活有艰苦哦，足艰苦的。即摆这个时间，对无？生活足艰苦，拍拼，但是毋是，咱的信仰毋是即种的信仰啦。无说捌讲过，讲咱的信仰毋是神谕式的信仰，咱的信仰是安怎？咱的主要甲咱同在，咱的上帝要甲你三角地地，上帝毋是干那甲我三角地地尔，上帝要甲你三角地地。所以每个礼拜来到遮，就是透过你的心灵诚实来领受来敬拜上帝，上帝甲你三角地地，然后甲你经过你的一礼拜，刚才这礼拜过了，真艰苦。真忧伤，充满土气，总是上帝甲你三角地地。安尼知影无？顶礼拜老实讲，牧师过了真难，真土气，总是拜一，我着伫家护病房、安宁病房，把一个人洗礼，因全家我拢毋捌，但是，就是因为伊甲我讲。某某人安怎，甲我介绍讲某尼牧师，我佫听着讲伊住龙岗，我就知影讲这是咱安怎责无旁贷。那我来讲，中医敢无有岳母谱的牧师？我才知影，因
嘛会当地牧牧师，吼，所以我甲即个兄弟去到遐，伫遐带因全家带因说明，因为因无人信主，干那迄个节节，伊佫毋是长老教会，拢是同感一灵伫迄个中间带伊，所以我伫迄个2点钟的中间带伊洗礼了，我离开，伊差不多伫无到1点钟的内底，伊就离开世间啊。所以伊的灵魂伫着头前，总是因佫来咧。所以我伫迄个中间来讲，你一定爱甲我讲，佫来，我会当帮衬，我绝对会当帮衬吼。我用安尼着，结果因犹原毋敢接受啦吼，因为即个过身的人41岁尔，所以会让人讲我要用我原本的民众宗教的方式，我着厝内面人讲无要紧，你用民众宗教的方式，总是请你一工用即个平安礼拜，我带恁全家好无？啊，因讲毋好去阮兜做下，我讲来教会上介好。哦，可袂得个通来教会，感谢主。顶礼拜时因就是来教会啦，16个人，一个小家庭哪有16个人？因为因的家庭的困难真大，包括因太太的吼，迄边人丈人啊，佮因的太太和姊妹，囡仔拢总来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咱伫迄个中间兄弟姊妹嘛来吼，我感谢迄工平安有来。听做看，伊足感动诶。但是对因来讲，迄是一个开始，所以咱的确有耐心。所以兄弟姊妹，时已经到啊，亲像即款伫要过身的进程来领受诶，结果叫咱早起，就是咱的姊妹吼，那个都在区主任诶太太吼，就是那个杜妈妈吼，啊杨伟瑜姐妹，啊过身啊，哇，等于。女儿较无爱时，我心切切个，像伊若拢无破病，真好。顶礼拜嘛来礼拜啊，哪会伫安尼就离开啊？哦，所以迄是一个意外，真正诚紧，就是砸着就离开啊。哦，迄个砸着无喘气，就是离开啊。求主怜悯咱啊！哦，所以伫即个中间，牧师过了心诚艰苦。心诚艰苦，总是拜5、拜6，我嘛是去参加一个聚会，吼，这是做伙祈祷的聚会。所以伫迄个聚会内底，侪人祈祷，伫迄个信息内底，伫迄个唱诗歌内底吼，我的灵安怎会当伫迄个轻松啊？迄个拜6的早起6点，佮另外一个牧师讲你要做伙祈祷线上哦，我嘛着答应。我答应的是，我毋知我拜时会拄着即款的代志，拜5会拄着即款的代志。我讲嘛，很好个嘛。所以我差不多就是困一时啊尔吼，困3点钟啊。哦，因为爱搁准备迄个祈祷，爱搁参加遮个代志。总是我发现讲，上帝互我气力啦，上帝互我气力会当伫即个中间，所以今仔日会知影。哦，咱会交代会接受人讲，牧师你即几工做忝个，我讲是，总是感谢主。当咱伫迄个中间我靠主的时，主的确要互你气力。兄弟姊妹，我相信你的生活一定比牧师佫较歹过，足济对无？足济需要拍拼，足济拄着挑战的，毛病痛的中间的，总是伫迄个中间，你的生活内面，你安怎我靠主？毋是将遮个代志做好了就好啊。是伫迄个内面，你要安怎体验着讲，主啊，我需要你，你甲我相同行。咱来看这100年前的妇女的祈祷，吼，用话啊，100年前的妇女的祈祷，吼，你可能较远毋知影迄图面顶写啥物。迄阵古早100年前的查某人要煮饭，着爱安怎起火对无？烘炉火，吼啊，伊安怎祈祷啊？伊讲求主。将迄个灵火会当烧起我心中的冷淡，互我会当安怎存一个热心来侍奉主。兄弟姊妹，100年前的妇女的祈祷，伊伫遐起火，伊讲主啊，求你将这火倒伫我的心内，互我无冷淡去。伊毋是讲主啊，你互我规家口我拢有饭好通食，互迄个米吼一直拢有，互我的身心趁钱趁较济。若是咱的，若是你安怎祈祷？过来，咱来搁看2张，过来咧唱水啦，吼，咧唱水，古早嘛拢爱唱水啊，所以咧唱
上水起来时，伊讲求主小使我活水，互我永远袂喙干。咱即摆存落落水对无？若是你存水落，你会安怎祈祷？过来搁一张，较早嘛爱安怎？爱大油对无？爱用油啊，较迄油起来，啊，搁用另外一个安怎来煮吼？大油。伊伫咧油内底，伊讲安怎？求主小使我有智慧，亲像迄巧的财色女，吼，聪明有知识的财色女安怎？定定有准备油伫我的器躯内底。啊，弟兄们，真水的祈祷伫100年前，总是你感觉这是祈祷吗？我感觉这是伊的敬拜上帝啊。伊毋是讲主啊，哦，这水吼，若无你帮我有备一个查某囡仔来帮我，会当来唱，莫互我定定唱，真艰苦。所以伫咱的生活内底，你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敬拜，真做祈祷？这就是生活中的敬拜，敢毋是呢？当你咧跳倒摆时，这个生活即摆拢已经进步咯。吼，即摆咱是安尼，啪倒火啦。若是安尼咧，是安怎？主啊，求你请做我的假使桶，请做我的厝内假使，互我安怎？迄个源头永远不断，对无？若是我会安尼祈祷；若是你要安怎祈祷？我是定定咧洗菜的时，啊咧切菜。甲你咧做代志，还是咧洗衣的事，咧洗面的事，我毋知影讲拄拄好甲因即款的祈祷的方式是共款，其实迄是祈祷，迄就是敬拜啦，敢毋是咧？你的工课是啥物咧？你的工课是毋是爱写足侪字的？还是你的工课是爱搬足侪物件，还是操作机器咧？你会安怎祈祷咧？徛倒摆的时阵咧？主啊，保守我平安，车拢无来甲我弄，互我即条路拢平。若是安尼尔吗？还是你搁有较深的，亲像100年前的妇女的即款的敬拜？伊讲主啊，求你带我行我头前的道路，有目标啊！耶稣基督，你是我的道路。过来就绝对会想到啥？真理，想到活命。因为圣经就是讲，耶稣就是你的道路、你的真理、你的活命。想到真理，讲主啊，求你我今仔日还在读圣经呢，哦，无真理伫我的心啊。主啊，我需要你的活命，安怎？找个时间就赶紧上上帝的话，记牢伫心内。主啊，咱愿意帮助咱，互咱的生活内底有一款的敬拜。所以头拄咱看到伫遐。耶稣甲迄个妇人咧讲的，讲敬拜甲上帝的关系，因为咱的主是一个神，所以耶稣有讲，当你着信我，你着信我，我着要互你活命，要互你活水，永远袂喙干。啊，恁撒玛利亚人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即摆无伫啥物所在啊？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出。救恩对犹太人出啊，所以咱爱读圣经内底爱搁读旧约啊。对旧约内底，咱才知影讲过去上帝安怎咧启示伊的救恩，互犹太人，遮犹原对咱启示了后，咱安怎来到伫信仰，咱会当来承接，毋是省略旧约，足歹读的。吼，咱即摆教会的旧约拄好读到士师记嘛，对无？哦，士师记，真正是所有的拢伫士师记遐，拢士师记以色列人。所以伫这个中间，敬拜对犹太人出来，咧甲咱启示，知影咱是上帝的囝，所以咱的敬拜的关键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啊，伫即马想看觅咧，你甲上帝是啥物款的关系？耶稣有搁讲哦，耶稣讲：恁所拜的，恁毋知影。阮所拜的，阮捌，阮知影。哇！敬拜到我第一个要紧的，甲上帝的关系，过来第二个讲吼，去知影、认捌。若是安尼，认捌的原文是啥物意思？认捌伊伫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你若认捌知影，阁有一个经历，有一个尊敬。
所以有圣经内底咧讲到这个认识知道这两字吼，绝对拢毋是咱讲，像我即摆甲你讲 Blackpink， 你知影无 ？Blackpink， 少年人有人知影无？我昨昏突然间快乐人死，从护士伫遐讲哦，啊即摆少年人可怜哦，要安怎啦？无缘的人生伫遐，我嘛毋知因钱伫倒位啦，敢若我要去洗面者，影着电视。即摆听讲有一个韩国的校舞团啦吼，一团啦，啊来到咱台湾安尼啊5万人去。哦，你遐个囡仔，你逐个若甲讲伊嘛讲我捌啦，我甲即个女团团体哦，啥物人是啥物演员嘛，拢会晓学因，迄种化妆啊，迄种啥物，总是因没有跟他有关系啦，伊甲伊无关系啦。伊虽然买伊足侪物件，伊是伊的头号粉丝，但是伊甲伊无关系，吼、无甲伊做伙生活迄种来关系。所以迄种的人物是咱咧讲人物，咱大概若讲你爱人物上帝，就是咧讲你甲上帝是啥物关系？你甲上帝是你是上帝的粉丝，上帝拢是伫电视内底吗？若是安尼，你就是每礼拜来到遮听牧师咧报告上帝，牧师诚做迄个广播人员的啊，就迄种的关系。这种的关系爱打破，打破，不是这样子。圣经内底有一位咧讲，耶稣捌讲他们将人所吩咐的当作道理咧教导人，所以拜我嘛是一个了人啊。咱拜上帝会诚做一个了人吼。因为这个拜上帝都从过去就拢诚做习惯啊，所以过去，检查我会讲啊，我就从阮迄个阿祖就拢开始是信耶稣啊，基督教的家庭啊，所以这就是安怎有反腐嘛，即摆共款爱反腐，但是这个反腐了后，我这个人爱搁知影，我家己要甲上帝有关系，我要认捌这个上帝，若无迄个上帝变做是我的阿祖的上帝。迄个上帝变做是我的老爸的上帝，毋是我的上帝。我无认捌伊，我家己无亲身经历。若是安尼，咱来看讲要安怎来亲身来经历，好无？要安怎亲身经历甲迄个上帝的关系？毋是讲啊，迄个过去啥物人讲啊，迄伊讲的伊讲的。耶稣讲，时要到，即摆就是。真正拜上帝的人爱用心灵，这个心灵就是你的心灵，甲诚实来拜伊。因为要爱即款的人来敬拜伊，上帝是神，所以拜伊的人爱用心灵甲诚实，讲两遍，心灵甲诚实。所以咱知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上帝是神，但是因为这个神，伊原文的意思亲像风同款原文有写讲这个灵就是风啊，然后它是看不到的，请问感觉会到无？会啊，感觉会到。你若对迄电风扇吹开，你就会感觉有风对无？也是有咧透风，凉凉就拢知影有风啊。所以咱人有灵魂体，有灵魂体，这足重要这部分。我甲你讲，我伫长老教会大汉，到我30几岁，我才知影，人有灵魂体。所以感谢你强记，大家爱记记。无论你少年老的，咱人有灵魂体。咱啥物是灵的部分呢？就是我头拄仔讲，迄个看会到的内面迄个人，也是你创世纪第1章。第2章、第4章创造有阿当出来有无？上帝讲，吹了一口气，喷一口气互迄个阿当真做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一口气。咱即摆一口气延续在我们你我的生命里面，到即摆拢活咧，总是请问你一口气真正的意义，你有当活出来无？就是甲上帝的关系。这是灵哦！我拜看到这个陈弟兄弟，伊临终的时阵想要来信上帝，伊真正出一口气啊！因为伊伫遐，一直喘袂起来啊！
迄氧气三一啊。所以迄个时阵，我深刻了解到上帝迄口气，毋是上帝超工要来抽转去，是因为咱有当时咱拍歹咱的身体，他是肺癌过世的。拜喜来的时阵，咱有长老某某长老有来问讲，你爸爸有没有抽烟？那个小孩子讲有，然后那个某某长老就说，我看你也有抽烟哦。那个小孩子已经读大学，做歹势，因为我老师我看知影你有抽烟，伊讲唔好，你看，我就来讲，你爸爸用生命在告诉你，怎么样保守你的身体了。伊41岁就因为肺癌过身体，就是你来你讲，你哪会当避免，你就会当避免。所以这个灵那一口气，在这个当中，他认识神了，连起了，感谢主。但是咱上重要，咱所有的人，即摆咱有一个魂，这个心思意念、情感、血气，咱足熟悉的。搁你的啥物？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倔强，你的软正，这拢是魂的部分。你的受教育，你的心智都在魂的部分。所以兄弟姊妹，魂重不重要？很重要。魂就是你的心啦，咱即摆拢讲我的心，这个魂。所以每礼拜咱来到遮，兄弟姊妹，老实讲，就是牧师希望会当通过。圣经的信息，有你的魂的部分，你愿意接受，然后安怎？灵的部分是圣神来改变，神的部分是圣神来改变。搁来讲着体、肉体，就是你的身体这个部分。身体有腰、有喙干、有冲动，有性的需要这部分。所以这咱爱知影要安怎？有一个用咱的魂，用你的心思、意志来控制。所以对你来讲，其实上介重要就是迄个魂的部分对无？因为灵的部分是在伫啥物人？在伫上帝。你只要讲主啊，求你带领我的灵魂，上帝伊的确要看顾。但是你的魂啊，大概出来讲，我是王，我是王，请问上帝会甲你袂使你要讲做我的老婆，你的灵就会坐下来了，你的魂就伫遐做一个。就变，你就想象嘛，一个马车，这个马车就是你这个人，啥物人要做主要的，伫遐咧挂讲来向头前的，一定是迄个灵的部分嘛。所以你人有3个部分嘛，你不要让你的魂，你的魂的部分来讲做你的主导，你的生命，那是安尼想的，就拢无才能进进去。牧师即摆咧讲的是我去上足久的课吼。足简单的，互咱知影。所以咱其实有当时你无材料去参加，足深的也是啥物，总是你知影这个部分，就讲主啊，我要降服你，就是迄个魂的降服，安尼好无？感谢主。所以伫这个中间，咱讲要用心灵甲诚实的，心灵甲诚实，所以用咱的魂，咱的灵的部分啊，主我的心要向你敞开。过来咧，你的诚实就牵涉到这个魂的部分了。你爱读上帝的话啊，你爱知影啥物是诚实啊？伫人的中间无诚实啊，伫人的中间无真实，只有恢复上帝创造咱的本性内底才有诚实。所以拍破这个旧的我。恁看圣经内底诗篇。有看到大兵，常常拢伫遐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了上帝；我的心啊，你着安怎，对无？大兵哪会着安尼想？伊咧对伊的魂讲话啊，你知无？因为伊的心啊，拢常常想别项啊，伊的心啊，常常想要安怎，但是伊着伫遐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了；我的心啊，你着爱看到啥物？我的心啊，你着看到上帝是迄个创造万物的。我的心啊，你要看到咱的主是奇妙的、宽大的。阿门。过来讲到迄个诚实，我头拄讲啊，迄个诚实就是正直的、真诚的，上重要是迄个真理。
所以兄弟姊妹，咱爱读上帝的话，爱读圣经，才有即个真理伫迄个中间。若无你的敬拜诚做一半，你讲啊，我逐工拢有呼叫主啊，我有学了上帝啊，我的心嘛，我嘛像家己安尼，但是你无真捌上帝伫你真理内底，安尼好无？吼，咱讲双义，吼，有心灵，然后诚实。你知影即个心灵，吼，你会当做主讲，主我要降服你，吼，我即个有诶我有，即个诚实，即个真实诶部分，你一定是爱对真理来，对圣经，对遐搁较捌上帝搁较深。若是安尼，咱诶生活伫即个中间敬拜，就真做真实诶敬拜啊！真正甲主会当结连关系，在139天内底，头啊有讲，我也袂诚做形体的部分，上帝你拢知啊，就是像相片内底迄个胎儿，对无？迄个还未成型的体质，上帝你拢知。哦，你的资料伫遐。总是诚紧，人的一生就过去，到伫墓地啊！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一生。总是你有把握伫中央无？伫中这个还阁有喘气，诚做一个人的形的人生，是诚做啥物款的人生啊？古早话有讲啊，这实在毋正样。咱捌听过一句话无？吼。台湾话拢一直咧失落啊！吼，阮爸爸都爱讲的吼，真正毋正样。到底啥物是样呢？迄个样伫倒位咧？迄个样的迄个讲原本伫倒位？就是上帝所创造，所以兄弟姊妹，咱结尾来讲，爱用敬拜来操练咱的身体，上帝的身体成长。撒母耳上期遐有咧讲着撒母耳安怎生出来，因老母安怎将伊奉献互上帝。伫迄个中间，伊甲迄个祭司伊伫遐做伙，了后大汉了后，耶和华甲伊同在，上帝甲伊同在，三甲地地，互撒母耳所讲的话，一句话拢无漏空，一句话拢无失去。安尼意思是咧讲啥？意思咧讲撒母耳伊的成长、生活。成熟，迄个过程拢是伫敬拜上帝的中间，甲上帝的关系是足密切。过来，咱看到圣经内底出来经伊讲，上帝咧叫摩西讲来，你来到我三角的山顶，迄个40天，你有看到迄摩西落去，哇，面光影恐怖，以色列人拢毋敢看伊的面啊！所以咧，用一条筋对面扎咧，面充满着上帝的阳光啊！兄弟姊妹，你若愿意的话，上帝的确也要你的内面迄个人充满上帝的阳光。人伫你的身边，人绝对会当来感受迄种感觉甲你做伙拢无共款的。你敢若毋是？伊就讲袂出来我毋知伫你的生活的过程捌有即款的体验无？感谢主，我嘛甲你恭喜，继续追求。因为安怎？毋是上帝，我爱甲你同在。迄个同在是一直有一个第三者小三一直要入来。我用安尼来形容较紧啊。咱甲上帝的关系，其实圣经到尾啊会形容有亲像阿拉某的关系共款。撒旦要攻击咱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小三。一直要插入这个关系内底，所以我要甲咱讲，咱甲上帝的关系，毋是一个真空的关系。伫你来洗礼了后，就来好好规章保存，拢无改变，无撒旦魔鬼一直要攻击，一直要甲你试探，一直要破坏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生命爱一直操练，伫生活内底爱一直进行。所以咱今仔日所讲的，就足重要。关系着咱要安怎继续用基督徒甲主的这款的关系身份，伫敬拜内底来活落去。毋过，无过是干那礼拜日匆匆忙忙来到教堂的这样的基督徒，乃是你每一天每一天拢有准备心，我就是要敬拜上帝，我就是要来雕记上帝。兄弟姊妹，请问你安怎做？对刚开始你安怎做？过来，即个礼拜你安怎做？
你嘛你知影，上帝因带你要甲你同在，只要你愿意你改变，主的圣神得甲你同在，带互你的生命会当更新，带互你的生命会当有快乐，咱三角来平等。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阮是一个软食的人，毋若是肉体的软食，阮的心神搁较是软食，总是这个世界。用一个阮看袂出、阮料想袂到的速度向前，阮料想袂到的速度伫遐咧成长。阮感觉阮敢若对袂着即个时代，总是主你甲阮讲，爱听你赢过即个世界。主啊，感谢你，诚侪阮的瓦靠，会互阮知，即个世界搁安怎来变迁，安怎进步。主你由原掌管。主，你要手使阮有聪明智慧，面对着即个变化多端、极其干巧的世界。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竞选阮诚侪你的囝儿，毋但竞选阮诚侪你的囝儿，也竞选阮诚侪你的祭司，会当宣扬你的福音，诚侪你的祭司会当伫你的面前徛条无惊赢。因为你是灵敏稳定的主，祝福恁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找起因伫因的生活中间，无论是伫食头路的职场，也是伫生活中、家庭里内面，拢总要诚侪有了上帝，敬拜上帝，为主徛在，完成主你美好的计划，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300来唱圣诗第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源，请起立。
咱做伙用台语和日本来谈的，请。从黑暗与亮化，在外习俗，信仰化，在外艺术，我生命派所行的，我行变化路，上帝啊，与亮化，在外习俗，信仰化，在外艺术，我生命派所行的。我行变化的路。咱天气预报第2页，后礼拜3月26日，有讲会代表请参与事项的台工特别来比，咱天气第3页。逐项除非时间甲处理，请咱特别来看。来看第4页消息报告。今仔日陈牧师到溪路教会讲道，来看第1点，4月第1主日古田青年归属主日，请合会教会个人相片、档案甲资源队友，将资料交予事前长老。第2点，4月第1日主日也是巡逻酒的开始，请兄弟伫咧巡逻酒现场，请免出游练道。4月7号拜五暗时7点巡逻日。联合性参礼拜伫咧南大卫纪念教会并请参加。第3点，4月第主日4月9号是过活节，古田过活节俄罗礼拜。第4点，咱敬请的讲话于外，伫咧3月14按叫主怀。伫咧4月1号拜六在17点，咧古田预报礼拜。伫咧下晡2点，30分要告别礼拜伫咧感教会。另外伫咧3月31号拜五暗时8点，要古田平安礼拜伫咧主题，敬请为做甲智商事宜来指导。第6点，教会要举办过活节的福音活动，new 一下不一样，有3个进行阶段。第1个阶段，4月10号到14号。就是拜一到拜五有3个时段，咱家己选一个时段，礼拜9点出一个名单，拍开了后，伫咧9点来指导。第2个时段，第2点，第2个阶段就是参加4月10号拜六下晡1点到3点半的寻宝活动。第3个阶段是4月16礼拜日参加主日礼拜。安尼就完成规个活动，完成的会当得到精美礼物、福音包和老来野餐，并且要邀请未信主的亲朋好友来参加。咱伫个交会道的两边的门面顶嘛有海报会当看。第6点，6月第1日主日要举行洗礼，包括小日洗礼、连信礼、成人洗礼，请向交谈人员。报名表写完咱10号老师。第7点，中会教育部古田组织人工训练会，3月26礼拜下晡2点到4点5伫咧中医南医师大楼。主题是圣经本的使用原则，报名费1个人100块，教会的补助，从下节来报名，请3月20日的名来进前向市政府长老来报名。第8点，中中辅助事工部4月15拜六要举办2023年人才训练会，地点伫咧原道教会，要参加的请向会长请伊指示来报名。咱看第5个。第9点，4月20日拜六，中中服务高雄化区要举办庆祝母亲节灵修的旅游，有要参加的请向会长请伊指示来报名。第10点，111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开始申请到3月底，申请单请向陈牧师索取。11点，若有领取到110年度申报捐献证明的会友，今年也会自动提出申请，毋免搁登记。110年度若无领取到的会友，就需要向今年度若有需要的向红字指示来登记。
12点，娱乐市场开始募集物品，欢迎关事处内会当用二手还是全新的物件。整理和清理带来互曾老师4月9号这期要进行义卖，所得的款项要全部捐予喜乐保育院。伫个台岛市行咱继续有两港地区的户顶甲彰化来台岛，由此将团结两港地区，继续为圣德邦教会兴旺宣教来台岛奉献。第3点，为新黑卡南洋强者来台岛，晋升省略。黄维国、汤曼丽、有俊元、王丽香、蔡景堂、苏维坤、夏丽玉、张安丽、谢金满、林美华、刘义峰、廖胜杰、梁桂花、陈柏林牧师、林诗彩儿、谢淑贤、王长豪、刘丽珍、张淑珍、郑玉国。伫个我们的保婚菜单里面的对，然后我们的观众会来欢迎医生。好，而且咱要来欢迎一个新的朋友吼，或者曾美玉姊妹吼，是对伊是在大地吼，来自于教会，那在我们中的同安村，好欢迎你，好欢迎你，是请咱中心吼会当会后可能稍微安尼下吼。过来，牧师伫遮要甲咱讲伫迄个第7点吼，第7点关系会当报名迄当天训练吼，伫中会举办的今仔日最后一天，假使咱也有兄弟要参加报名，嘛是会使的哦吼。牧师之前捌有鼓励咱要台语和现代台语的迄本圣经伫即边你若有参加。去到现场吼，买吼，绝对比迄边甲牧师做伙买佫较俗吼。因为即边教育部补助去的人，拢有100块，佫会当伫现场买，佫较俗安尼啦吼。我就毋知影安尼偌济人吼。可是你若有买我的裤头，你会甲我讲啦吼。因为我买做侪本我会当摕你买，我会当摕你买吼。咱今仔日咱最后一天的报名，最后一天报名，咱的当天有人报名，可能有人袂当去，所以我开放互咱的兄弟姊妹报，安尼，以上。咱三百来唱圣诗，就咱无法就3首，关注祝福保护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扶持相通，甲你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造的。